18+。呢個仲要食2支煙。呢一個咧係酷氹劈，呢一個咧叫摸氹布碰馬。摸氹係咩咧？你哋等陣先，我嗰日咧有 cap 低圖嘅，俾大家望一望摸氹究竟係咩嚟嘅先。嗱，呢一啲人咧叫摸氹。你每一次去泰國法會，無論大大細細咧，你都會見到有個咁嘅人嘅。咁佢揸住支咪就喺度念，咁跟住咧之後咧啲和尚咧先會開始念經嘅啫。途中18+口彩好似唔係口才喎，係啦，是但啦。呢一個老人家咧係東北部最犀利嘅摸氹嚟㗎啦，已經死咗㗎啦。呢支嘢咧，先。呢一支嘢咧，即係呢一塊片咧，有擺過落去佢個口度嘅。咁係東北一種好特別嘅法術啦。右邊嘅呢一個啦，呢一個咧叫 Chainondio， 都係另外一個摸氹嚟嘅嚇。不過呢個咧有好多法術喺個身度嘅。呢一個咧叫布碰馬，叫亞贊碰馬啦。後邊咧仲有啲牛。俾我之前有買到嗰啲，呢兩個人都走咗啦，係東北最犀利嘅摸氹嚟嘅。東北部咧嗰一紮法術師有一個流傳嘅方法，就係當個摸氹走嘅時候咧，你將塊符片擺喺佢個口度，咁咧唔知要攞啲咩遮住佢隻眼啦，咁。佢可以將佢一生嘅10vicha，即係一生人念過嘅所有嘅經文同埋法術咧，傳遞落去呢一張金片度，就係可以傳一次嘅啫。而呢一塊咁樣嘅金片，就算你唔寫符、唔開光都好，佢已經係好有力量噶啦，因為已經係呢一個摸氹人生最後嘅嘢，給予佢嘅徒弟嘅。啱啱左邊嘅嗰一個咧叫亞贊鎮，佢哋叫酷氹 Chainondio， 即係話佢都係嗰一啲即係講師議師嚟嘅，即係會請佢去法會嗰度先去念嗰段請神開場經文，而嗰啲人必須係要有法術㗎，即係唔係普通人無端端會請佢走上去個台度就口噏咁樣，佢一定都係要有法術嘅，但係。左邊嘅呢一個酷氹咧，係一生咧有好多女人，但係從來都冇成過家嘅，即係佢去到邊咧，佢就響邊度會有個女人，即係總之係好花心咁樣啦。而呢一支嘢咧叫做即係個平燙啦，拎咗出嚟之後咧，集合咗2個酷氹畢生嘅力量喺裏邊。當時佢仲未捲成符通，冇寫任何嘢嘅時候咧。酷氹劈有問我個朋友，即係佢其中一個 close 嘅徒弟啦，話你究竟想要啲乜嘢？嗰一個人咧，即係阿肥仔啦。嗱，今日咧為咗證明我唔係吹水嘅，即係阿 Win Win 啦，仲有3、4個人喺我間房度，我拎咗阿肥仔啲相出嚟俾佢哋睇㗎啦，已經即係證明佢真係同呢一個人有喺埋一齊嘅。佢因為帶咗呢支嘢咧，而同咗泰國10大嘅其中之一個孫女一齊，即係屋企有幾十億㗎啦已經。咁但係因為奈何咧，阿肥仔咧就結咗婚，有老婆，老婆大埋肚。原本咧想同佢老婆離婚，不過最終咧佢就冇選擇到呢一個有錢女。咁佢話：我都係仲係好中意玩啊咁樣。咁
呢一支嘢咧，最後落到我嘅手中，即係當然我亦都使咗好多錢啦。裏邊寫嘅嘢咧係 Kutanpik 去問阿肥仔究竟你想要啲咩？佢話我前半生咧識咗太多女人，用咗太多錢啦。往後我希望遇到有一個 Upatam， 即係有一個女人佢可以支援得到我生活，唔好再嚟使我錢嘅。佢帶完呢支嘢唔夠45日，佢識到嗰一個超級有錢嘅富家女，而個富家女係想同佢一齊同埋想結婚嘅嚇。呢支嘢個名咧叫 Kilai Ben Sethi， 即係話好窮或者你乞衣，最後你都會變成富翁嘅。無論你響任何機會，響任何嘅時間，你都會撞到一啲身份地位、錢財、身家比你更加高嘅男人或者女人嚟到你嘅生命裏邊，俾機會你幫助你，或者望到你覺得你好困難，佢好想去幫你，而最後你都會成為富翁。呢支嘢個名咧叫，即係佢裏邊落嘅符咧叫 Kilai Ben Sethi。而同時咧，佢集合咗 Sapawicca， 即係嗰兩個Kutam畢生念過咁多場經嘅經文喺裏邊。泰國嘅東北部有一個人叫 Rusi Gampi， 亦都係Kutanpik 嘅徒弟啦。而呢一個Kutanpik咧，佢有揸咗好多好特別嘅法術喺度嘅。而好啦，大家咧可以欣賞下呢一支嘢啦。嗱，成支咧都係塊嘢咧，唔係好大片嘅咋嚇，佢打咗個印喺度嘅。而Kutanpik曾經有講過啦，話只要你帶住對方嗰個人一見到你，佢只要覺得你有困難，或者認為你比佢困難，佢就會生出同理心，好想幫助你，而只係做咗一支啫。同埋呢支嘢咧，嗱有佩戴痕跡㗎嚇，得，梗係得啦。幾錢口？幾多錢一口啫嘛？實得㗎。咁點解冇生女？佢個孫女啊嘛，阿展娜，佢個女大佬會唔會而家都唔兜嘢啦？呢一支咧係我想同大家分享我拎到翻嚟嘅，即係應該都叫東北部頂尖法術嘅嘢。佢唔係好厚嘅咋嚇。Kutanpik再開光咗好似90日，俾咗我個 friend。好啦，呢個咧我會擺翻落去我兜度，亦都唔會帶，不過會一路收藏。但係你話發揮唔到，佢冇用㗎，係呀，佢有咩用啊？算啦，他沒用的。先拎出嚟唔好玩啦！我會唔會用咗6位數泰銖，我先至掹到人哋條頸嗰支嘢翻嚟啊？跟住轉頭我又8000銖又賣咗俾大家係咪？唔好啦，呢輪我都賺夠啦，分啲俾其他人賺下啦。有冇細袋啊？可唔可以掹多個